到溪地乡的头社武定地区，种60家的菜瓜，农民大量来使用这种黑色的塑胶布，这农业的废弃物造成严重的污染。溪地乡公所甲农会联手合作来做回收，讲这黑色的塑胶布回收率高达90%。溪地乡头社武定地区第二桥产生13吨的塑胶布，不过处理问题就互农民偷看莫哩烧。阮都也唔敢烧，所以都麻烦公所甲农会来共处理。为着好好处理这种农业的废弃物，溪地乡公所和溪地乡农会做伙合作，斗相共争分。今年头一摆试办回收的工作，效果阁袂歹。今日头社地区的农民专工搬一袋搁一袋塑胶黑布来到集中点做回收，有符合回收标准的物件，超到90%左右。这次呢，可以把这个塑胶农膜回收再利用，可以重新再制作我们这个雨遮布或者是一些遮光布的部分。因为即马也阁是试办的阶段，预计一年回收2摆。公所和农会卖摒细宣导，希望未来会当继续做回收，可袂互环境造成污染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